请咱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希伯来书5章12到14节。第二字圣经伫新约的第255页，其他版本的页数请看银幕。希伯来书5章12节。因为论到时的句，恁着家己做先生，若是要欠用人将上帝的话，才会小学会起头教恁。佫真侪欠用恁，无欠用我国。凡若食恁的，无老年期的道理，因为伊是婴仔。独独忠诚的人食我国，因的心窍对练习来练达。教会分别好歹以上，这时请廖明发牧师来讲道。廖牧师是国际读经会台湾总会的会务，伊要讲的题目是中大成人。中大成人。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日会当来做伙做礼拜，头拄仔听到阮喜乐四重唱的声真正水，吼！来，大家拍拍，荣光归于上帝，吼！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即摆真济教会真少听到查甫咧献诗，大概拢是查某的较济，拢是姊妹。所以咱教会安尼男性都爱带头。我相信规教会拢来敬拜，吼！即个和声真水，荣光归于上帝。我往日真爱唱歌啦，较早想要做歌星啦，我。是安尼来做歌星呢，就是因为我是拜拜的家庭。阮老爸做炉主，阮老母食菜，阮阿姨做尼姑，伫北港拢抬鸡抬鸭，阮老爸抬猪公来献祭，我的姐夫做局长，阮阿姐前后办桌，就转来到，就转来厝安尼办桌，要请互即个所谓贵庄头呢，伊就签王啦。结果呢？无拍算，办到了3天哦。我的阿姐转去厝怎死？庄头就讲这去抢着，若无就讲刷着、翻着、磕着、讲着、弄着、摸着，怎死？放死的囝做孤儿啦，一个咧抱，一个咧挨，一个伫涂骹咧爬啦。我足艰苦心的，阮阿姐加我20岁，所以我伫咧真。怨叹真不足，拜神明无保护我全家，互我的阿姐安尼来死，所以我伫咧真痛苦的时阵，咱较早做夜香对拜，拜啥物？毋知影，拜喙空，敢若知影拜迄天有鸡有鸭通食，咱就是安尼。阮老母讲，囡仔人有耳无喙，就照对人拜，抬鸡抬鸭拢我咧抬，抬鸡就搁念咒呢，做鸡做鸟无了时，抬落去，互你家己去出事，就甲留落去安尼。我若抬鸡若无念咒，我后摆我出事会变鸡啦。逐工嘛咧咕咕鸡，咕咕鸡，拢是真惊。咱台湾人真惊叫冲着煞着。感谢上帝！伫即个痛苦不足中间，我有一个好朋友带我来教会。我第一摆来教会，看到大家都碰过面咧，谁啊？当阮厝边啊，拢厝边隔壁拢靠过面咧，来查者迄个。带我来教会的一个兄弟，前后拍乒乓，讲咱来教会吼拍乒乓，我就是来拍乒乓，踏入教会呢。佮刷落去呢，讲这圣歌队，这唱歌足好唱，哇！怎介绍我现在来参加圣歌队？牧师讲你声袂歹，所以甲安排唱天啊。一个了，我就发现到我的歌也袂歹，就去参加歌唱比赛。伫阮庄头安尼，我也无老师甲我教，土法炼钢。这个去年我怎得冠军，就是因为来教会学习，真奇妙。过来呢，第2摆，归乡，拍，冠军。第3摆拍甲冠，婚姻冠，我代表婚姻冠、过5关、斩六将，全婚姻冠得冠军。我迄阵就想要做歌星。迄阵我的偶像是洪一峰、文系，甲这个谢丽、青山，人家穿水水安尼，刷入去唱几条歌。钱自投罗网，都来伊的这个口袋里，所以我迄阵直想讲要去做歌星，怎代表婚姻关拍到台北，伫迄天伫台北中山堂，几千人的，
头一排拢是裁判。我迄天若得到冠军了，3名内就是歌星。后人代表台北市、台北县、高雄、台南、台中、屏东等等，我婚姻馆有一个美女代表嘉义县，或者汤兰花，你捌听过无？汤兰花迄阵我18岁，伊大花，真够唱歌，人个一个去吼，一个唱了怎着啦？就着歌星，就互选着快乐公主，就几啊万块就随摕去安尼。佫毋是安尼，内底一个导演。看到伊真够唱歌，讲甲伊签约，讲你遐水，你来做女主角，怎啊甲拍片？第一片叫做《负心的人》，第二个就是《一代佳人》，一炮而红。所以汤兰花做歌星，佮做演员，佮做主角，我过当工就调去做兵。所以我真怨叹，人今仔日做歌星，我如光头走去成功岭，去遐一而已，无前无途。所以我伫遐做怨叹的，我是安怎变安尼？无义务讲，我伫咧做兵的中间吼，你知影军中拢爱有迄个吼做金歌教唱，迄个副导长看到我真够唱歌，你来甲阮做指挥，我讲我袂晓指挥啊。伊讲会啦，你真够唱歌，我就想到教会，我迄阵啊吼，都还袂信，都甲咱人带我来教会，我发现到我的歌声袂歹，就是安尼来参加呢，因为来教会，来你甲去隔壁讲，因为来教会。得到稳定，发现到我的才能，结果我就想讲，伊要叫我指挥，我就落去成功岭，就落去台中去问一个长老教会牧师，讲牧师啊，因要请我来做这个或做指挥吼，你甲我教，因为牧师拢足老的啦，你像考牧师，看要舞，看要逐项会啦，我讲牧师要哪指挥？迄牧师偌古锥呢？伊讲军中吼，大声整齐就赢。洪亮大声，我讲要哪拍？伊讲拍着左右，军中就是1、2、1、2啊！你要哪拍？伊讲倒平、正平、倒平、正平，安尼吼，刷落去，结束要哪结束？迄个牧师偌古锥咧，结束10块啊，结束安尼。我吼就开始学了，就等于左边、右边、左边、右边，现去指挥，就冠军。尾啊吼拍甲连赢，尾啊拍甲即个规输吼。规个输的比赛，我这个输得冠军。迄个书长讲你是天才，天才，天顶步落来。哇，讲我天顶步落来，我讲我实在是无老师，就是因为来教会，所以互我今仔日会当来认捌耶稣基督，会当进入教会来服侍主。我全家我第一个信耶稣，我第一个信耶稣了。阮老爸做卤煮，阮老母食菜，我就开始为祈祷。感谢主，为着阮老爸祈祷10年。阮爸爸到70岁，卤煮悔改信耶稣，阿免。为着阮老母甲我拜托，耶稣教死无人靠，耶稣教是信仰教是背祖。我为着阮老母祈祷20年，阮老母最后80岁悔改洗礼信耶稣，活到99岁，哈利路亚！我大兄也信主，阿姐也信主，亲戚朋友50、60、70、80，一个一个信，阿免。所以你甲隔壁讲，咱就全家归主。所以我虽然无做歌星，但是感谢上帝，我信主了。我唔信就无信，要信就信真的。怎啊自迄天，我就开始成立佳音诗歌团，迄阵叫做温玫瑰，住伫我的厝开放，拢互因住，免费。我还佫做司机，甲因开车接送，安尼呢，刷入去。佮成立艺人团体，所以艺人团体是小弟是创办人之一啦。就开始带孙叶、陶大伟，全台湾14个去报道做工。我今日来到嘉南教会，多谢咱林长老因爸爸伫大溪时，我着好朋友。拄我来到这个时阵，拄我有这个机会安排我，甲咱的小会，甲咱牧者，我有机会来到这，讲好，食好就斗相报，好无？所以我就今日带一个歌星，免费的啦。来这献诗互恁听，好无？一定爱信主，若无信主，我无爱互伊上台呢。所以伊是原来过五关斩六将，中国电视公司全国第一名。今仔日要来甲咱献诗，或者 Amy 来掌声鼓励。
Oh, since I'm left to bear, what a privilege to carry everything to God in prayer.只好朋友就是阿嫂，但当做我甲烦恼，真正人有大大福气，万事拢通对伊托。心中是路平安，到我艰苦事，这是对咱袂有信心，袂有放心交托。主要好我是我无遮，我无欠亏一件，七七草木，予我徛起。带到安静水边，伊也有我的主。Amen。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我过去是一个歌手，但是是一个不快乐的歌手。我来自台湾的一个山地，我的族人都很会唱歌。我的族人甚至在过去的岁月的当中，是用歌来取代他们生命里面那个空虚。我有一位表哥很会写歌，我相信你会唱他所写的一首歌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然后呢？我的故乡在远方。过去我们不认识主，我们常常问：我们来自哪里？我们到底来自哪里？但是谢谢主，让有一批又一批的宣教士来到偏远的山区，我们的生命改变了。谢谢主，信主到至今，我们交托给主的没有一件落空。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生命，我们相信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，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。分享这首我生命里面的最爱，奇异恩典。Amazing grace,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.
blind, Lord, but now I see. 如此恩典使我敬畏，使我心得安慰。初心只是我梦恩惠，真是何等宝贵！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因你的恩典，我们的生命可以到更高的磐石上，带领我们常常喜乐在你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同声来唱《奇恩典》，请。奇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欠我世上竟被寻回。瞎眼睛的看见，把你的手放在心上，我们唱我爱耶稣来。我爱耶稣，我爱耶稣，我永远爱耶稣。主耶稣，这是我们深深的祷告。我爱耶稣，我爱耶稣，我永远爱耶稣。这是奇恩典。将颂赞、荣耀、尊贵都献给他。Amen。感谢上帝，互咱爱美老师唱真好的诗歌。普通时你要听唱，拢伫YouTube TV的电视捌看到。今仔日本尊来甲咱嘉南教会，你若听了无够气，伫下面遐有伊的 CD 专辑真好，伫车底送人拢会使。所以求上帝特别祝福，来听的人拢会当得到真大的祝福。同心来祈祷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神，满心感谢你，这是耶和华所定日子，我伫其中都爱欢喜快乐。上帝啊，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重新有正直的神，互我的侍奉是用金银宝石，毋是草木稻果。上帝啊，求你互我脱出一切苦楚，脱出一切伤害。脱出一切人对我的攻击甲误会，脱出一切复杂，互我进入基督内面的单纯。求你圣神教我你的路步，互讲的、听的，无看到任何人，只有看到主伫阮的中间掌王权坐王位。虽然这个世代亲像大水泛滥，但是你犹原坐伫宝座顶做王，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。从今仔日的盛会奉献伫你的手中。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今日要甲咱三甲分享的题目，就是中大成人，长大成人。PowerPoint，你的小可题目出来一下，好，好来我希望讲每一个人来开嘴来读，因为处理上帝的话，无一句无大能力。你要得到开来无？楼顶拢无声，你要得到开来无？所以爱将上帝的话来当作食面，甲食落去，互你食到你的开来。无简单哦，上帝话有力咯。来，咱即摆做伙来读一遍。啥？因为论到时的久，恁着家己做先生，
若是有欠用人将上帝的话，才会小学的起头教恁，搁真做欠用呢，无欠用五穀。凡若食呢的，拢无老练灵义的道理，因为伊是婴独独忠诚的人食五穀，因的心巧是练得通达，才会分别好歹。哦，这是咱用咱的白话字读的吼。啊，我普通时有诶用和本用白话字，拢袂要紧。论教时的句，恁着家己做先生。咱毋通永远拢是学生，拢无毕业。哦，一年就开始拢学波波摸，是毋是？哦，啊，若伫外国拢是 ABC 开始，毋通50年啊，搁咧波波摸，搁咧波波摸，搁咧 ABC。咱别人毕业啊，着博士啊，我今仔日信5代啊，信3代啊，搁咧波波摸。那安尼，这伫圣经来讲，这就是赢啊！恁着家己爱做先生啊。若是讲欠用人将上帝圣言小学的起头来教恁，搁真做欠用呢，无欠用五穀。所以咱今日伫上帝面头前，咱做基督徒，毋通干那礼拜日才来教堂一摆，拜一。甲拜六甲上帝请假，也无咧读圣经，也无咧祈祷，也无咧参加聚会，6天拢世界，干那礼拜二才来，啊来是个阿嬷爱我来，毋是家己甘心乐意，互倒咧拖，啊有诶是啊牧师娘打电话有叫就有，啊没有叫就没有，或者叫有叫有，啊有诶是顺信听，啊有诶是半信说啊。啊，都顺心，啊，都去啊！耶稣一地都毋知影，阮阿嬷的，阮阿公的，咱偌济即款的无烧无冷的，迄拢是互做食呢。伊来教堂做礼拜，是基督徒，牧师接倒出去，煞糊里糊涂。啊，后礼拜再过来，那安尼呢，食呢的。所以咱今仔日要安怎，会当开始来更新，要咱会当互咱长大成人，毋通搁再食呢咯。来，甲隔壁讲，咱爱长呢，来。咱做老母的吼，要互你囡仔当大人吼，爱铲铲爱长呢。我跟你讲，袂长，我万斤油就得长，万斤油若无效，嫌强啊，一摆就 OK。咱基督徒也就爱安尼，毋是干那一礼拜来一摆，每工亲近上帝。来对我讲，每工亲近上帝，每工。经历上帝，每工拄着上帝。咱的家庭有家庭礼拜，有家庭的祭坛，祭坛爱有祭面，祭坛爱有火咧烧啊。咱拢无家庭礼拜啊，拢火花去咯。所以爸囝的关系愈来愈长，翁某嘛无咧讲话啊。先生要甲太太讲话，拢叫伊的囝。做传神童去甲恁妈讲，啊！你阿妈嘛要甲先生爸爸讲话，拢叫囝去甲恁爸讲。咱今仔日要互我甲我的家，你甲你的家，就爱互老爸的心归应囝，互囝的心归应老爸。你到我甲我的家，绝对要侍奉耶和华，好无？要无？小细声啦！阮今日6等奖的呢，过5关斩6将的呢。咱像讲买嘛买，爱对神在讲买，较肯定咧，买无？咱是基督的精兵，来，甲隔壁讲，你是基督的精兵，咱毋是机仔兵，精兵就是爱战的咧，机仔兵日头出来就养去啊咧，所以咱就爱训练，爱操练，咱的教会才会叫做荣耀的教会，毋通永远拢咧食呢。所以我是真需要讲。互咱每一个信徒，拢总爱好好把握上帝互你的机会。咱有信3代、4代、5代，甲你感谢。我第1代呢，阮老爸做炉主，抬猪公1000斤献祭。阮老母食菜，阮阿姨做年糕。逐工伫婚姻馆好买菜场伫遐咧念经，逐工安尼轻空锵，轻空锵，啊啦，哭，就是哭，出家搁咧哭。感谢上帝，然后耶稣才会食到喜乐。所以阮安尼拜甲无啥，拜甲阮阿姐，等下甲阮老爸办桌煮食，尾啊死。
放死的囝做孤儿，所以因庄脚讲啊去抢着啦，抢着、刷着、翻着、刻着、讲着、弄着、摸着，啊，就怎死？我真艰苦的时阵，才有人带我来教会，感谢上帝。所以我来教会，上帝永远的心，互我看伫教会，大家都捧过面的，啊，大家都笑嗨嗨。等于阮兜厝边隔壁是咱拢苦过的，哪会差这？就是知影讲圣经有真好的道理。啊，阮兜吼，阮阿嬷权威呢，阮阿嬷偌大呢，我毋捌看到阮阿公。阮阿嬷的时阵，阮阿叔伊拢阮有6个兄弟，去大囝遐带1礼拜，就第2个、第3照轮呢。来轮到恁兜，到底1天2包粉，1天20粒分卵，爱抬土鸡，佮淋烧酒鸡，啊，佮淋卤卵，啊，互伊有效。若无阿嬷就咩？啊，抬鸡拢我咧抬，就佮念咒呢，做鸡做鸟无了时哦，抬落去，互你家己去出事哦，啊，甲留落去。啊，若无念咒，后摆我出事，就变鸡呢。逐工嘛咧咕咕鸡。所以咱台湾人真够拜，拜什么毋知影，拜喙工。所以我就安尼友好阿嬷，阿嬷伫阮一道咧食饭，阮拄啊10个人。若小可阮这囡仔来咧搞怪咧讲话，也是无怪吼，伊干那毋免讲话，伊干那大家都怪讲阿嬷咧受气啊。吼，阿嬷的管理遐大咧，啊，阮阿嬷80岁，啊，我细汉真古锥，我看到这阿嬷3支手起，啊，若饭安尼爬落去安尼，走，啊寒咧，啊，毋知这烂正老。啊！伊手毋知有清气无清气，我毋知啦。食一半，怎对迄内底喙啊咧，规个饭甲呕出来，呕出来讲乖孙啊，喙开开阿嬷饲啊就安尼甲我饲。啊，佮说咧，佮啵，佮来，佮呕出来讲乖孙啊，阿嬷甲你饲，食阿嬷的卵才会大汉饲落去。我细汉拢食阿嬷的卵大汉的，你捌食无？捌啦吼。啊有诶啊，咱今仔日开始来，甲隔壁讲，毋通佮食阿嬷的卵。来，爱等你，较大声咧，啊，惨来，爱等你，离开基督道理的起头。所以咱要安怎才会当长大成人？咱做一个老母的人，拢知影，囡仔出世，互伊食母奶、食牛奶、抗暗霾啊，了食饭，五谷菜色拢爱营养均衡，毋通互伊一世人拢食呢，这个人营养不良。所以咱今仔日都爱互伊当大人，咱都爱等呢。所以毋通干那1礼拜来教会听道理一摆，拜一甲拜来甲上帝请假。那安尼也是等呢，啊，那安尼也是干来拢来安尼食呢。所以求主帮咱，好不好？好。有灯无？楼顶有灯无？今日啊，铲一刀两断，脱胎换骨，阿免。啊，如何才会长大成人？我4点，本来我有 PowerPoint， 我去美国安尼，去60场的报道培灵、训练，甲2间新人医去教个人报道哈。所以等到遮咧，怎啊安尼？啊，佫小可仔hin安尼，啊，煞袂记哩，阮内底煞袂记哩用 PowerPoint 过来，但是袂要紧，4项你会记哩。第1项，互圣神定头生，来对我讲。咱每一个人一定爱定头生，亲像尼哥底母，这个人做官有地位，有教育家、宗教家，1礼拜禁食2天，1/10奉献，祈祷是穿甲水，拢伫街头咧互看，叫做法利赛人。外面一套，里面一套，内底是空的，做表面的啦。但是伊佫袂歹，伊毋敢立时来见耶稣，伊暗示，伊甲耶稣抱，甲耶稣抱。甲耶稣灌面汤，耶稣无看外表，耶稣甲尼哥底母讲：人若无定头生，袂当看见上帝国。今仔日也是对你对我讲，请问你有定头生无？也是顺信兄半信嫂啊？啊，尼哥底母讲：我老完呢，要安怎个对老母的巴肚个伸出来？可见伊是老人家，宗教家。佫是当官的，有钱有命，有名有利的人呢，做老师安呢，啊无定头生，毋通掠做讲我做牧师，我做长老，我做执事，我做定头生，无一定。定头生就爱彻底认罪悔改，什么叫做悔改？悔改就是向后转，过去世间沉沦，即摆归向上帝。耶稣十字架讲话无过头。耶稣保卫洗净我的罪，我随圣灵心相信，认罪悔改，了明我死了。即嘛，我就毋是我是基督，活出基督的芳味，为主做见证，这叫做定头生。再生一次，
咱一个人一生两摆生，第一摆是妈妈给咱生，叫做肉体；第二摆互圣神生。安尼呢，咱的教会若顶头生，咱的中级大家拢顶头生，咱的信徒大家拢顶头生，咱的教会活出生命的色彩，用生命影响生命。来，甲隔壁讲，用生命影响生命。教会唔是 club， 是有生命的，所以求主特别帮助咱。咱的教会每一个人爱重生，才是中大圣灵的开始。第二项，咱要互咱会当继续中大圣灵来读经祈祷来。我就要请问你，你有逐工灵修读圣经举手？逐工，安尼还佫差不多200个无读，过来。安尼莫怪会食腻啦，这就是心灵空虚啦。即摆真侪教会拢咧推动，好，一工读几章，你读几章？3章无够，5章无够，一工读10章，真好。但是看有无？看无啦。拢对创世纪开始读，读到出埃及记，我看无，煞无就出埃及，就怎啊阵亡。甲即摆毋捌读规本旧约新约的圣经，这实在咱爱反省。拢永远还佫食呢。牧师就讲：你来读圣经有啦。看电视拢2点钟，目睭拢真大乌。所以要读圣经哦，上帝你拢知，阿门。倒咧就困。咱今仔日拢还佫采取伫即款的程度，这就是食呢。所以我今仔日真强调，2年而且离开基督，到你的起头，要进到完美的地步。来，对我讲，读圣经就是食饭，来。上帝话叫做你我心灵的美味，无食饭的枵死来，祈祷就是喘气，无喘气会断气，无食饭枵死，灵性拢总死。所以若无爱祈祷，佮无爱读圣经等于就是。完全就是已经离开上帝遮远。所以咱今日过一摆来回想，求主帮助我是头一代信耶稣。咱头拄仔有一个咱的迄个叫做严长老，感谢主，伊的爸爸伫台南太平间长老教会。我的头家，我带3个头家，第一个头家，因为我是油厂，我早还未做牧师以前，我伫油厂，我高级应酬。迄伫油厂一个文化足歹，拢爱请人去酒家啉烧酒，拢6练7桥8仙，安尼甲人搬烂，趁钱享受最终之乐。外口一套，内底一套，或者假冒伪善。我安尼挂牌挂偌久，就是迄个太平间教会迄个王明东长老，伫外口去拄着我，才甲我讲：少年诶，你死毋通死庄骹，都爱死台北呢。所以甲我挑战，所以甲我挖角。我来台北，我就是因为伊信耶稣，伊是因教会长老，我才要去伊的公司。伊讲我的公司无请人啉烧酒，无请人食薰，我的公司正派经营，礼拜日拢爱来做礼拜。安尼强调的，逐工要上班以前拢牧师来灵修，灵修了才去上班，安尼呢？我是代理商伫北口，因为我公司台南，我若出差去台北，你若去台北，去台北教会做礼拜。要证明讲有转来甲教会的周报寄转来，互头家看。你若无周报转来，安尼表示你无去。我今日来遮啦，来桃园都爱嘉南教会，即张爱寄转，伊才知影讲你有去教会做礼拜。安尼呢，真严呢。即摆我去参加夏令营，迄牧师讲我有夏令营，请恁来参加。我一咱初信主的，毋知影啥物叫做夏令营。后来我问牧师讲夏令营青年男女。游山玩水去考路，或者夏令营，我参加。我一个，你看动机去，你知道无？一个去我迄阵拢一日同阿伯要走口走，牧师还未暗就酸了，你知道？伊摆迄个牧师有5个讲员，哇，起来安尼亲像做幽默的，做活泼的。伊讲就讲，你毋通食做一个挂牌，毋通食做一个假冒伪善的人，都去记着我啦。我你哪知影我是假冒伪善？安尼我毋通甲伊对枪，我就小可闪一个，所以我就闪这边，伊倒手讲你搁走，我搁着我，
所以圣神来叫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指责家己。我迄天才知影我是罪人。啊，牧师互阮有面子，讲恁若感觉亏欠，来找阮遮5个讲员，我就去找伊。我去交弄门，伊讲你是啥物人？我是我。吼，伊讲请坐，我入去。我牧师，像我这个罪人，耶稣敢会听我？敢会赦免我？这个牧师安怎甲我讲呢？兄弟，我比你较歹。我哈，啊你牧师比我较歹啊？我有救啊！伊怎啊带我伫山顶认罪悔改，101，一个带一个。伊讲一句，我讲一句，我迄天拍开心门，才来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。迄讲了，我就互圣神充满，我的罪总偷放，我就伫宜兰得救。所以宜兰就是我的属灵的故乡。迄阵啊，甲林长老的老爸伫大溪长老教会，好朋友，好，因老爸逐工都碰过面，欢喜啊，逐个做工啊，做欢喜。我看到教会逐个都哪会安尼遐喜乐，就是因为有上帝的神伫伊内面。我伫宜兰得救了。迄天我就问这个牧师讲：牧师，要安怎会当像你安尼遐有跑啊，遐有温高，遐有力量？你的秘诀伫倒落来？这个牧师安怎甲我讲呢？你逐工爱读圣经。我哈，圣经哦，看无啦，显开就爱困啦。伊怎啊送我这本《每日研经释义》？你逐工读圣经，啊，甲我解说，伊这有系统的哦。啊，一天一篇，一天一篇，一天20分，互上帝就好，毋免坐。你家己去做家庭的制度啊！你甲你的太太、甲你全家，拢来做伙灵修，拢用这本。像咱头拄仔牧师有带领咱，甲咱安尼会灵修，迄是一礼拜安尼食一顿哪有够？逐工安尼。啊，所以我就自迄天牧师甲我讲了，我就听伊的话，讲叫我逐工读圣经，爱祈祷，参与聚会，10%的奉献，过来爱去宣教。我这几项拢甲记起来，所以我得救信主，今年42当。我自信主迄天，我后悔小万幸，我白占土地，浪费青春20几当。所以讲主啊，我过去无知，向魔鬼赢去的，我即摆靠耶稣加利息，手倒转来，行互主，趁着日时做主的工，暗暝一个到，就无法度做工咯。阿免。所以我就家己感恩、感谢主的心，带一服侍。我迄阵原来做生意，原来服侍上帝。尾啊，上帝伫1983年才呼召我全时间出来，我就伫基站开拓9间教会，新竹、苗栗、客庄拢愿去开拓9间对0开始。上帝恩典满满，啊了我成立这艺人赞美团，以及带这歌星信耶稣。啊，我的厝拢总奉献予上帝。伫阮兜参加早天祈祷会，都用这本迄个早祷会30几年，竟然发生奇妙，内底来参加拢是律师、医生、总经理、董事长，各行各业的哦，的人也有教授，拢得来阮兜逐礼拜30几天，结果上帝呼召这个人去读新学院，即摆做牧师。阿免，其中一个叫做霹雳小组，你捌听过无？就是空手道、跆拳道、神枪手。迄个警备，这个保育总队霹雳小组，迄个伊大队长信耶稣，信耶稣了，我甲挑战，你内底有偌一个霹雳小组的警察，伊讲真清闲，我讲你来甲传录音，伊讲好，所以一摆来阮兜拢带3个、2个来阮厝，啊，我就甲伊101、102、103带决志信主，伫阮厝安尼会这大尔，带100个霹雳小组的警察悔改信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啊，伊。就这警察团结成立，就逐世纪去报道去做见证。阮是警察，阮警察也是人，请你为阮祈祷。哎，安尼呢？啊，即摆阮绝对无收红包，无收包仓，无包交金，无包查某金。若要有最款的气度，人民嘛好呀。尾啊，上帝呼召伊，伊去叫李总统甲调去总统，尾伫遐2年甲总统辞职。讲我要去做牧师，李登辉总统甲条件，你要去做牧师，准。怎啊去美国大学读新学院，即摆伫遐做牧师，我即摆去遐讲道，上帝恩典，所以咱今日都爱倒转来，逐工读圣经，读圣经上帝要祝福你甲你的家庭，家庭开放，你甲我甲我的家，拢要侍奉主，好不好？来，对我讲哦，读圣经就是食饭，来。
无食饭会枵死。祈祷就是喘气，无喘气会断气。所以咱今仔日拢互活起来，好不？来，正手接我，正手是读圣经的实果，爱做哦。啊，迄老鹰咧背是安尼哦，你唔通安尼是袂背哦。来，正手是读圣经的实果，预备，请。倒手是祈祷的实果。读经祈祷，亲像鹰叫踢实，展翅上腾。好来，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两个手提好哦，温上加温，较大声嘞。力上加力，喜上加喜，乐上加乐，赢上加赢。福上加福，福气啦，要无？拢站起来，做一摆，较大声咧！我相信，互你永远难忘，一定要逐工读圣经甲祈祷。好来，预备，正手是读圣经的实果，预备，请。倒手是祈祷的实果，双翼，缺一不行。唔通干那讲我祈祷就好，啊读经互牧师去读，安尼会背袂？啊无讲我祈祷，啊这个读经互咱的长老去读，安尼会背袂？来，如鹰展翅上腾，好不好？来，过一摆哦。正手是读圣经的实果，倒手是祈祷的实果，读经祈祷，叫做鹰叫踢实，原地跑步哦。走袂野，行袂先，愈顺风，愈甘甜，温上加温，力上加力，喜上加喜，乐上加乐，赢上加赢，福上加福，甲后壁前后左右嗨坏，福气啦，福气啦，阿门，咱教会福气啦。也我叫我妈妈，互咱大家拢读圣经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荣耀归给上帝，丁丁给上帝，哈利路亚！请坐。所以我今仔日有早这个研经释义，来，你若还阁无读的吼，一定要读。我自牧师介绍我读42年啦。我甲上帝立约，咱做伙参考透早启程，来对我讲。若无读圣经，绝对唔敢食早顿。透早起床，若无祈祷，唔敢望上帝的感。你今日若无祈祷，拜托唔通上讲台，拜托唔通来做交台，拜托莫来做这事工。上帝是圣的。你若伫家庭有祈祷、有读圣经了，准备心，为了今仔日来祈祷。今仔日聚会看到上帝的荣耀，咱的教会要看到上帝的荣耀，就是健康的教会，就是模范的教会。读经祈祷太重要，所以我的家庭开放，互真侪人拢来阮兜参加早天祈祷会，我阁开放半宵祈祷，阁开放通宵祈祷，带足一人信耶稣，含洪英峰嘛来阮兜聚会，含江慧嘛来阮兜聚会。因为迄阵啊，大家安尼，我的家庭开放，带几千人来信耶稣，用光归予上帝。所以咱教会绝对每一个人爱一本。我食饭食家己，我袂当替阮囝食，知无？所以一定爱逐工照进度，有系统，帮助你我出埃及，进迦南，留尼甲密之地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所以你甲隔壁讲，逐工爱读圣经祈祷。安尼才会飞天正地，阿门。第三项，要安怎才会当长大成人？来对我讲，人人传道，无传福音有知的咯。请问你即马有带一个洗礼信耶稣的举手一下？咱超10外个呢，吼，好来。所以咱还阁真欠，一定爱好好伫上帝面头前，唔通空手见文主。
我家庭是我第一个信主，我就为我爸母祈祷，我的兄哥祈祷，我的阿叔祈祷，一个信耶稣。为着阮老母祈祷20年呢，阮老母80岁才来生的，活到99岁啦，哈利路亚！佮甲我讲耶稣教死无人靠，我开始，佮再爱较友好咱的爸母，安尼你才我度甲传福音，阿免。有个人是太太信，先生唔信，你爱加倍祈祷，爱有模范，有基督的香味啦，伊才要信啦。你若无见证，伊要哪信呢？所以咱求主帮咱。我小弟伫这个全世界世界22间新人院，我咧教个人布道学。美国大学我也去教过，达拉斯神学院、匈牙利普世丰收神学院、基督工人神学院，迄旧金山一路国际神学院。爱修院神学院拢去啊！咱台北华神、台神、玉神、长隆大学，即摆用一个神学院林良堂神学院，我拢去教过。5分钟带一个信主，5分钟带一个信主。我若坐计程车去，我就先祈祷，我就开始甲计程车安怎讲呢？请问你捌听过福音无？计程车唔捌，我就开始甲做见证。我有几套呢？有保罗式的传道方法。保罗较早有做扫罗，即摆改做保罗。耶稣甲我改名，即摆才做新的人。过来无理天书、福音桥、速律，过各种的几套来交叉应用。咱的教会就是爱传福音，无传福音有在的，要咱空手见文主。所以咱丢了总会，明子明年设到150年，无简单哦。对英国、对加拿大，安尼来，明年150年，即摆开始宣告。要带人信主，所以4年前总会就定目标，101一个带一个。我拢去各中会，逐4季去报道，去训练。感谢主，定了会1年带25000人信耶稣。过去唔捌安尼哦，咱大只师已经困醒啊，所以咱就爱讲出正教会模范。有诶人讲恁定了会拢无烧无恁瞎讲诶，我就是定了会，咱就是爱来为上帝来做工，无分什么教派。咱只有一个教会，耶稣基督做咱的主，咱好好来人人传道，好不好？来迦南教会，我甲恁互相勉励啦。1年对我讲来，最少一个传2个，正手传1个，倒手扭1个，免讲啊，不要紧啦，甲拖来，来双双对对，万年富贵，万一走1个。加在各一个，唔通空手记文字。咱总会是讲101啦，101我带迄个走的就0啊咧，我甲你讲102啦，一个带2个，一个做幼米的，好不好？若无去加在各有一个咧，所以你的亲情朋友50、60、70、80、米线呢，赶紧为基督带来加入教会，好不好？无传福音是足艰苦的。所以我全家拢信主啊，亲戚朋友偌济人来信耶稣啊，荣光归于上帝。好，第4项，什么叫中大圣灵？就是奉献。奉献什么？时间、温数、金钱、才能，献身做活者给上帝，这就是最好的。最后才是金钱。所以咱基督徒都爱会晓来对我讲：再温、感恩、报恩。主啊，我伫遮，请你找我。我今日是若无人带我来信耶稣，我献身做传道，我可能成做强盗。来对我讲，强盗或传道，拄啊差一音呢，就是因为主的怜悯，我全家我来信，会当互我家庭来信耶稣。我即摆毋是我信，我也要去逐4季去传去做，我献身做活者互主用，来趁着历史。唔通你即摆勇行毋互上帝，到尾也袂行路中方讲主啊，我要献了你。拜托个上帝，毋是咧收歹当旧啥。上帝爱是爱全然没有瑕疵的同好的，互主，好不好？即摆你就是活者，你愿意无？我代表一间教会，一个就是安尼啊。迄间教会迄个一个董事长，迄做钱真够公道，伊佫搞书会，伊佫会晓英语。然后外国人拢爱叫伊来翻译，伊讲礼拜日呢，伊甲牧师请假，牧师讲谁来请假？我抢庆去定了礼拜日，
牧师嘛无法度去啊，我都干杯，无来做礼拜，怎啊伫饭店啊咧干杯安尼，抢一个怎中风，怎半身不遂，尾啊甲送去营总，这个去呢，讲半身不遂已经筋断2条，因太太听到摕100万，讲医生加救，偌济不要紧，100是大生，过来好，过互你。医生摇头，无法度。尾啊，教会牧师听到安尼尔，赶紧中一带去营总去甲看。伊阵啦，伫医叫啊，骹一边，伊才甲你讲，我用行无迄落力，即摆吼，我即摆已经半身不遂，都安尼手安尼搓一边搓，我咧分手报吼，人要来，你煞变讲转去，我安尼要哪好势？上帝怎伫遐甲你忏悔？已经上歹，所以兄弟姊妹。趁着你要勇行你是的时阵，献身给上帝，你袂无？互圣神更新，就对我讲，逐工读经祈祷，逐工拄到上帝，亲近上帝，经历上帝，得时不得时传福音，传人信主，一年最少传2个。万一走一个，各有几个，咱千里打。即摆牧师才来检查吼，看年底总算小，看有一个传2个无？上帝嘛有一天嘛要见，你甲伊见面，你讲我2个双双对对，万年富贵。伊讲好，中心萝卜甲我撒一道，我献身做活者，互主，好不好？你愿意无？我今日也代表国际读经会来甲咱请安。国际读经会内底有即个奉献地，你来当甘心乐意、自由来为着读经会支持，来做印即个言情事意公团读世界后简体版、后繁体版。你讲主啊，我愿意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我愿意祈祷，互我对今日开始长年啊，我要献互主利用，无论是读经祈祷，无论是得时不得时传福音。无论是我的侍奉是金银宝石，毋是草木稻果。主啊，我伫遮你找我，你愿意无？愿意无？愿意的举手，摇主看，无爱阁食年啊，长年啊，惨，若袂长吼，万金油甲抹咧，倒伫长；万金油无效，险强啊，倒伫长。咱今日都爱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感谢主，请你站起来。咱来祈祷，请站起来。你有愿意，请你站起来。咱来祈祷。我即马要请艾美老师过来献这条诗歌，你就是徛来上帝面头前，来头前，来主的面头前，共款。亲爱的天父，阮徛伫你面前，谦卑来找求你的面。主啊，赦免我过去的软正软弱，较早无逐工来亲近上帝，无逐工来经历上帝，无逐工拄到上帝，无咧读圣经，真少祈祷。求你圣神来甲我更新，互我对今仔日开始。起造我家庭的这段，甲上帝起造真好的读经祈祷的关系，互这段有正面有圣神的火。主啊，毋是安尼尔，互我得时不得时带人信主。我一年最少要带2个，正手带一个，倒手带一个，
为着我的亲情朋友来祈祷，我的同事、我的同学，带伊来教会加入你的教会。你要将得救的人业日日加添伫你的教会。主啊，互我对今日开始要献身做活祭，互你，直到见你的面。无论时间、运势、才能，甲主你互我的金钱，我愿意投入伫耶和华你的府库，互你来使用。愿你洁净甲祝福。愿为上帝的家，上帝绝对要祝福你的家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请坐。